你敢也搁咧想讲台语无问题？真侪台湾人拢是安尼大汉的，甚至袂少人感觉台语只会当用嘴讲，根本无法度写。但其实这是一个流传真久的误解。台语毋但有问题，而且已经存在真久啊，甚至比注音符号搁较早。真侪人毋知影，毋是因为台语无问题，是因为咱自细汉就拢无机会接触。早伫咧19世纪初，文献上就已经出现台语甲台湾话的记录。1885年，台湾史上第一份台语报纸就已经发现啦，使用的就是白话字。后来教育部搁用白话字甲塔鲁巴为基础，发展出即马咧用的台语罗马拼音，也就是真侪人所讲的台罗。所以，毋是台语无问题，是咱真少有机会认发字。最后，你若是想要开始学台语，老话台罗，我甲好用的电门 App 传互你，以后嘛阁会分享好用的台语学习 App。欢迎来追踪你着林来，咱下礼拜再会。